家中。我母几步才知影伊是为倒位来的。三不五时，就甲我问东问西的小王子，敢若拢无听到我甲问的问题。是伊无意中讲出嘴的话，才互我渐渐了解。头一摆看到我的飞行机的时阵，我无想要甲我的飞行机画出来，因为受歹画。伊甲我问：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毋是物件，这飞是我的飞行机。互伊知影我会晓驶飞行机，使我真得意。伊听了大声叫讲：小伙，你是为天顶跌落来啊？对，我真歹势讲。足心实啊呢！小王子笑一个足大声，互我感觉真生气。我希望有人认真看待我的歹运。伊佫继续讲：你嘛同款是为天顶来的，你是倒一粒星星来的？伊的出现遐尼神秘，伊即句话哪互我淡薄仔去掠着头鬃，所以随甲问：你敢是为别粒星星来的？毋过伊无甲我应，伊头咧咧，哪看我的飞行机，哪慢慢啊讲：无毋对，坐伫即台顶悬，你无可能是为真远的位来的。伊心几步拢无讲话。尾啊，伊为落地啊摕出我画的样仔，就认真伫遐咧想伊的宝贝。恁会当想到伊迄句强要讲出嘴的别粒星星，互我有偌好奇。我尽量想要知影较侪咧。囡仔人，你为倒位来的？你徛倒位？你要甲我样仔带去倒位？伊点点想几步，尾啊才来应讲：佳仔，有你互我的迄个阿嬷，暗时就会使互伊做厝啊。对啊，你若是乖乖吼，我着搁互你一条绳啊，互你伫时甲绑起来，还阁有一支棍啊。我的建议，若亲像去甲小王子惊着，甲绑起来，哪会安尼想？你无甲绑起来，伊若四界拍走，就会走无去。我即个朋友，佫一摆大声笑出来。你是要叫伊走去倒位？就是四界拍走啊，向前直直行。小王子足慎重来讲：无要紧啦，阮兜真正足细啦。尾啊，伊敢若有一时啊郁卒，刷落去佫讲：向前直直行，嘛袂当行偌远。